喂，大家留意下，你屋企用緊嘅坐廁係咪用食水沖廁？如果你哋係用緊食水沖廁呢條片段，你哋一定要睇。你睇呢條藍色管就係直接連住我哋嘅食水喉。我哋平時飲嘅水原來同沖錯廁係同一條管。萬一如果你屋企真係冇鹹水沖廁，一定要用食水沖廁嘅話，你會點做呢？以下呢個片段你哋一定要留意啦。聽清楚，《水務設施條例》第102章規定，用食水沖廁必須安裝指環閥，杜絕污水倒流，違規即屬犯法。遵守水務規例，保障食水安全，人人有責。